汉公的是昨下晡午伫南投德山发生意外，有一个倒摆民众是互军用的卡车搞过，人互缀伫车底哦，加在卡车底盘有较悬，所以敢若轻伤哦。另外，昨半暝伫桃园一架军用的炮车，可能是看袂清楚，驾驶路草阁无解释，所以去弄到路边4台轿车。 监视器的画面翕到一个55岁查甫人开一架电动奥多摆，去互一架军用的卡车撞到，连人挂车加入去车下底，加在卡车的底盘较悬，起诉着轻伤，家己为车下底爬出来，惊险逃过一劫。一部军用卡车与微型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，致电动二轮车驾驶腿部及脸部挫伤。 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这架军用卡车经过南投德山，要去云林参加汉光演习的路人。德山的警方表示，这架军用卡车的驾驶甲骑奥多摆的人拢无食酒。初步了解是因为视线的死角锁定，详细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。同款是汉光演习的意外发生伫桃园，一架炮车当咧执行演习的任务，报名去弄到停伫路边的4台汽车，加在无人受伤。 对，有听到，结果他们说车祸，结果我起来看，我们车子被撞得稀巴烂。听到一大声啊，很蹦的一声。哎，那东眼那等下拢哎，看了之后就这样子了，那怎么办？陆军装甲52旅炮兵营战车因夜间视线不良，不慎擦撞路边4部车辆，所幸无人伤亡。这架炮车去弄到民众的车的事故，现场的车是弄甲嘴炎炎，驶炮车的人就出大失灵。 那像是半暝视线无好，加上路草无熟，遐若受害车主认为讲，半暝演习嘛是真辛苦，希望军方都要好好啊处理。陆军第6军团回应讲，专案由警方鉴定甲处理当中，后续会以军车保险的规定来办理，嘛强化官兵伫咧演习期间的警觉性，尤其是要注意半暝啊赛车伫咧路面风险的管控，来维护行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